Hello，大家平安，真欢喜看到大家。今天非常高兴，我们的台语节目满1周年，几档啊！然后很感谢支持我们1年的朋友哈。那我们现在很欢迎你可以来我们的 YouTube 留言哈。因为我们的 FB 留言也是可以哈，但是如果你想要让大家看到你的留言，请你到我们的 YouTube 上面留言。好，今天我们看到咱看到足侪人伫顶悬哦，这些人你拢熟悉无？等一下我们会有非常精彩的哈，还有第一届的学生哈也会回来哈。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哈。哇，这个是风志老师，等一下也会跟我们一起分享哈。谢谢，恭喜我们周年快乐哈！来，这是生日快乐，这个是什么人呢？应该是明辉弟兄哈。忠实观众哈，好，来这个是这个是凯莉的妈妈对吗？等一下呢，她的儿子、媳妇跟孙子要来表演哈，满周年表演，恭喜，谢谢，谢谢阿姨哈，好拍手好，等一下真欢喜哈，安尼咱要来请第一个老师起来哈，林老师你好，你好，你好，真欢喜吼！咱为第一摆开始讲台语吼，一直到今仔都好第52集对无吼？有迄个我一档吼，安尼咱老师敢会记咱头起先为是安怎开始诶？头起先安怎开始？头起先是讲，因为伫泰国有一寡人，台湾人想要学台语无机会，佮有住伫别个国家，像欧洲也是美国诶，有哪有安尼诶反应？所以就讲咱来教台语好无？你就讲咱教台语好无？讲好来教台语。结果咱就用一个每礼拜唱歌学台语，咱就对遐来开始，迄是旧年诶6月，6月初啦，6月初就开始。经过10礼拜以后我想讲，互安尼结束啊，因为暑假结束嘛吼。迄阵足难诶哦，迄阵佮教啥物？教迄拼音对无？教罗马字，罗马字对，罗马字。因为大家拢初次甲接触，所以拢真所以学甲一个头2个大。学10届以后，咱就讲学校开学啊，就无用啊，袂当继续。你讲会啊，佫会当用英暗时，对学校，你若放学转来，佫伫学校佫伫厝会当用。所以讲拜我就想讲拜逐礼拜拢爱安尼我无爱，我拢无通听过。所以我就想讲好，若要爱我来请一个老师，伊若愿意欢喜来斗3工，安尼就真好，就会当。若袂当，我就无法度。我就去请杜老师，我就甲伊问，伊讲伊会当甲我斗3工，我足欢喜诶。就是安尼对8月初2，旧年诶8月初2，礼拜1，迄阵泰国学校已经开学，咱就开始啊。后来一段时间以后，我有讲哇咱安尼做若无足侪人看，咱是毋是甲停起来？结果主持诶认真就讲，就是无人看，才会做啊。对，爱做甲有人看对无？做甲有人看，安尼是安尼。我后来想，强迫朋友爱来看。想安尼是安尼对，因为足侪代志对诶代志拢少数人咧做。毋对诶代志足侪人咧做。我有发现因为我对圣经一则圣经来看，咱先来读圣经讲，但是彼得、约翰。彼得约翰因讲，听恁甲过头听上帝，伫上帝面前合意也无，恁家己判断。因为阮所捌看捌听诶，袂得通无讲，
伊讲伊捌看过耶稣，听过耶稣讲的，伊袂得当无讲，袂当违背伊的良心。所以我就咧想讲伫咱人做代志，是毋是拢爱符合别人的意思？就讲伊希望我安尼，我就变安尼。咱是做互相看，安尼对无？因为大家人拢是罪人，既然拢罪人，拢无一个正确。咱家己也是无正确，所以并且爱安那呢，爱顺家己的良心，良心就是上帝伫你的内面感动你所想出来的代志，你就照安尼去做，就毋免管别人，安尼就是对啦，就是讲恁家己判断，讲恁大家拢要叫我安尼，但是我有看到，我有听到，我有感受到上帝对我的疼。我当然我都爱安尼做，这是我爱讲的话啦。还有一项对，因为像讲我即摆阮三个人伫遮咧讨论的是，我足欢喜，即个足欢喜就到尾啦，就已经我对即个节目拢毋免啥，已经得到迄个足欢喜，安尼就到尾啊，所以我就真欢喜来做，真欢喜吼。真正足侪人甲咱恭喜真正真欢喜的吼。其实因平常拢无咧留言但是今仔特别赞助留言，其实他们平常都有在看还要感谢，这个是我们师母，我们的宣教士有感谢主每礼拜一摆的对无其实伫泰国足侪台商家属伊嘛是希望囡仔会当讲台语这就是为虾米我继续坚持会当跟台湾的老师来学台语的原因因为我嘛希望讲阮的后一代伊是会晓讲台语的，虽然即份阁无啥有啥物成效，但是咱会坚持，因拢有听到即份我的囡仔会当讲一点点安尼。多谢阮的师母再来这个是连实验，谢谢你连弟兄，很多年快乐。来这个是梅秋姐妹，谢谢美华姐，谢谢。这个是迄个凯莉的妈妈诗篇137篇伊个会记得咱有讲过者好，多谢老师来，咱后面要请杜老师，杜老师你好，平安，平安，真欢喜杜老师，迄个林老师讲，若无你的话，伊就袂继续啊，所以你是足重要的我不敢，因为我来讲为什么会加入这个台语的这个讲台语啦所以从你当前我听到林老师伊伫这个网络会教这个泰国人这边会讲台语，实际上我伫足久之前，未教会教别位之前，我伫外口有教一寡研究生，一寡医生伊需要去考证照的一寡朋友。我想讲要用什么方式因来学会较紧，想来遮头样有看嘛，就讲来偷互林老师伊安怎教。那像我打听有趣味，就林老师喺教中间，我就是足白目叫伫顶外留一寡话伫顶悬，拄好林老师发现着我讲，敢袂当做伙来做这个节目啦。随上迄阵我足惊吓，因为捌教过足侪学生因面对面拢会好教，但是透过这个网络无看到人会讲这代志怪但是我对上一件代志就是我迄阵初去学白话语时阵，我一个老师教会我的一个人士，伊我讲一件代志，我去思考一件是讲我必须爱来接受这个挑战。伊讲伫100几当前传教士将白话语来留咱台湾上帝伊听，可能台湾本上知影讲上帝安怎听啦，是靠着语言。但是伫100当后，咱入教会内却无要用这个物件来传讲福音。却一寡像
外宗教像讲佛教啦吼，还是一寡咱台湾一贯道因素是有用白话字。我想咱正做一个基督徒的人，咱会晓白话字，为什么无爱来将上帝的听用咱的语言来咱就会人知影？第一点就是讲，我听林老师讲，语言吼是文化的一个上基础的物件。我想到一阵我去学白话的时阵，阮老师有讲过，讲吼文化吼是个典型，咱伫即个地区生活一个典型的方式。像啥物叫文化？那我才有写有器具、有制度、有理念。事实即个器具就是就讲咱用华语来讲食衣住行，咱生活中用的对的拢是器具。事实感觉个制度，讲我行路行正平，我结婚娶一个某，嫁一个翁，这种叫制度。事实上，这物件会当通过咱的语言去展现讲咱文化的深度，甲每一件事件的精密度。啥物叫文化的深度？比如讲，咱台南这个所在有咧做十六岁，我十六岁拢教一寡朋友做结连做，但是事实上做十六岁种物件是一展现讲，我是一个囡仔，伊到十六岁伊去内口做工课，无一定要领着囡仔工的钱，能领着大人的钱，这就是文化的深度吼。啥物叫做事件的精密度吼？咱顶一回有请这个林燕老师来讲到煮食嘛吼。煮食内面讲有你哪要煮一尾鱼啊？煮一尾鱼有用蒸，有用吹，有用炸。这个到可能我今仔这鱼用蒸了，有可能加芳、加酥、加卤，种物件就是一件事件的精密度。所以讲，咱用这物件，可能咱讲的语言是爸爸妈妈有人讲的叫白话语嘛，白母话来讲吼。其实这话内面有加着咱的历史的记忆甲生活的经验。啥物讲叫历史的记忆吼？咱我毋知你捌看过种咧，咱咧加米的碾米厂无？敢捌看过？碾米厂，那加米就是用丢加米有看过。丢米会加做白米嘛吼？咱台湾人叫做土人厝。哈？土啥物？土人厝，讲土人间吼。所以种种物件有可能即摆毋知影，但是如果我将这物件摕出来，大人看，就想我爸爸、我妈妈捌看过，有可能我嘛捌看过哦。伊是即个丢变做米的过程中间，伊安怎做？这就是生活经验，这就叫做历史的记忆甲生活的经验。我想讲100几年前，传教士将白话语留伫台湾，咱每一个人对咱所讲的话有法度记录落来，甚至会当讲上帝对咱会听。为什么咱无来做这代志？所以我将安尼答应林老师讲，咱做来做会使。事实上，伫这做的过程中间，我本身嘛即个中间学到非常非常侪的物件。咱来看一个大圣经啦吼，哥林多前书4章在讲吼，但是阮有一号宝贝放伫土的器具。是要互极大的权能做上帝的，毋是出自我。咱每一个人拢离上帝的面前看，拢是一个未看到的物件。咱是用土做的，这土是非常有人看到是一个独逼真的物件。但是咱有一个至尊上好的上帝伫咱内面，成做咱的救主。我想讲，咱着成做上帝上宝贵物件，为什么咱无法度照上帝？借着白话话，想出咱土地顶悬所有物件、所有听，来讲出上帝对咱的一寡真实，对咱的一寡好，咱为啥无法度用咱的语言来表达出来？或者是我来接这个工作一个冤起头的想法。是真正的，因为讲袂认得，所以无法度表达吼，所以咱来学台语对无吼？我拄仔佫看到足侪观众朋友佫有留言哦。即个是明辉弟兄吼，伊其实伊讲大概拢有听吼，什么半菜鸭是？我敢有讲毋对，半菜鸭是安尼嘛？好，来就是林燕吼，林燕老师等下伊嘛会佫继续哦吼，顶届听伊煮物件吼，煮甲
袂煞吼，希望后摆佫煮较济吼。等下伊嘛会甲咱教手语哦吼，真无简单。多谢林燕老师，来就是即个是陈宏弟兄吗？好，多谢你。来是安琪周年快乐哦，等下伊嘛会起来哦。足侪留言，真欢喜吼，希望会当学佫较济吼。欢迎你继续来听吼。来就是每周，谢谢林老师、杜老师吼，每一周伊拢有来听，袂歹吼。咱其实有忠实观众哦，吼，是无人看的吼。好，来即个是这是我师母补充的，应该是旧年哦，对，说到这个，旧年因为疫情啊。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咱就开始想讲要来讲台语，但是因为台语迄罗马伤困难，来就讲吼，无咱来唱歌吼，来唱歌了，我会感觉讲，袂使停啊，因为有遮尔好的文化吼，伫内面会当互足侪人知影，所以就继续到即阵吼，多谢你的祝福，好。来，这是慧娟姐妹吼，多谢因为起来咱的直播节目过吼，多谢杜老师。来呢，咱要来请即个以前毋捌出现过的哦，一个新的老师，咱来要看觅吼，拄则伊嘛有留言吼。好，咱来请风志老师。嗨，大家好，平安，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哦，真欢喜啊！一当下当过几啊个生日对吧？吼，今仔日应该爱摕一个鸡卵糕，来给上天气安尼。多谢吼，风志老师啊，风志老师听讲吼，不止台语足够诶，日语嘛足够诶，对无？无，我日语是工课上咧用诶尔，无足够。安尼对阮来讲是足够诶吼，会当工课用日语来做工课吼，真无简单诶吼。所以老师有特别去叫即个什物，即个是日本诶对无？老师咧甲咱讲。迄个北海道函馆诶武林过城。为虾米会特别叫即个岛咧？因为我感觉，因为我先讲迄个倒手柄即个吼，是伫台南诶义载金城吼。是。因为我感觉台湾人我搁住伫台南，我想讲，摕一个义载金城诶空拍来看觅，应该真水。结果喺网络顶悬嘛走出来北海道即个岛，即个函馆即个岛吼。结果我甲看起，咱风景也袂比人较歹吼。真是我拢毋知影，老师无讲，我毋知影这空拍遮尔水。伫台南住遮久啊，20几冬诶。对啊，而且义载金城诶迄个造型诶形体，安尼有角有角有棱安尼，我感觉看起来足水诶，嘿。所以这我是想讲，咱毋通讲咱家己诶文化比袂过别人，其实你像日本伊嘛是按咱遮诶文化过去诶，咱诶语言台语嘛无输嘛，这语言吼，我是感觉无尊贵甲比真诶即个分别。对，无输赢。对，咱细汉诶时阵去互教育甲讲咱讲台语敢若无介好，爱罚钱。较无气质，爱罚钱。我感觉这安尼落去，吼，咱台语应该会大失传去，咱诶囡仔，真可惜，应该嘛是看泰国遮诶台湾人，甲台湾人拢共款，拢希望咱诶后代毋通甲台语即个文化放后袂记哩。因为我当初想要学台语，我嘛想讲，诚做基督徒，圣经吼拢用华语咧读，但是有当时我捌互拜过台语诶词汇时阵，我有诶讲袂出来。因为读华语圣经，用台语读华语圣经对吧？对，所以安尼真无道理啦。不歹读。住伫迄个教会时阵有杜老师来开即个台语课，阮就有来去做伊学生。我已经毋知影算第几代诶学生啊，吼。第二代尔。对，第二代。
哦，真正是杜老师的学生。是，所以我嘛拢足感谢。啊，我嘛甲林老师定定去爬山，伊是我的山友，嘿。哦，然后过来就是因为虽然家己无爱读册吼，但是若看到有机会去看到古早的文献有写用台语写，咱嘛想讲要甲伊读互捌，会晓。这是我当初学台语的心，啊，过来嘛会讲台语袂当失传，这头我有讲过。啊，搁一点台语的形容吼，足贴切，啊，搁足趣味的，啊，有诶音调一个无共，意思就无共。我感觉这我想遐刀啊，甲刀啊，刀啊，哦，真诶哦，差足多，袂使客唔对诶哦。啊，甲迄个啊，遐一间店。甲遐一间店啊，差着有若差足济，迄个感觉啊，所以有诶台语讲出来，迄个开口对咱诶生活、细汉诶生活诶迄个感觉吼，有诶华语是无法度表现出来，所以感觉台语是爱继续传诶啊，真多谢林三个老师。对，我们要期待哦，丰志老师接下来的节目会有他出场，台湾大台语哦，很谦虚的老师哈啊，拄则有一个人我名讲唔对，所以伊咧抗议啊吼，伊叫做陈元峰哈，原来这是伊少年的相片，我认袂出来。元丰弟兄哈，好多谢啊！现在看到了元丰哈，因妈妈是讲福建话哈，所以今仔特别邀因妈妈来听安尼吼。啊，伊嘛希望咱会当为因妈妈祈祷吼，因最近因妈妈困无啥好。啊来哦，师母又来了，生日快乐，多谢啊！小白树哈，哎，梅秋又来了哈，这忠实粉丝呢哈，认不出来。好，啊来个有这个我的哇，这个请老师来读一个啊，考验老主持人呢。丰志老师，这我读不出。好，来哈，好，咱来考观众朋友吼，看啥会当家读出来，啊来翻译一下，互咱看吼。当用白话，白母话。讲信上帝的听，是上大的祝福啦！我嘛有去进步啊，老师后台帮我鼓掌。会用药诶，老师在后台拍手，多谢丰志老师哈。好嘞，后一个咱要来请林燕老师，你好，你教阮好食对无？好食看到你就想到做好食诶物件吼，当时要过来教咱安怎煮食呢？很期待吼。林燕老师今仔日要甲咱讲为虾米你要讲台语对无？是，台语对我来讲，其实我的母语是手语吼，啊，毋过甲我照顾的是大人，伊拢是用台语咧甲阮讲话啦吼，所以对我来讲，台语就是我生长吼，孕育的语，就是自细汉到这是语言安尼。啊，对我来讲嘛是一种最有感情的语言啦吼，因为即马若听到长辈啊，也是讲有人讲迄较到底，就是做台啊，讲做台的台语吼，会感觉讲想着迄当阵细汉较出年的人咧讲话迄种感觉安尼嘿，所以对我来讲，台语我无清楚，啊，毋过无用，就真正就会慢慢袂记住听有会晓直心来讲，毋过像我即摆要讲出来就会客安尼，啊，嘛真欢喜，讲啊足水安尼，我家己感觉客，啊，嘛是足感谢上帝吼，互恁老师来甲我邀请吼，互我会当有即个机会来伫即个平台，因为我感觉是我家己是一个足
无够野的啦，毋过会当有即个机会，我感觉说感谢上帝，会当行逐个做伙来学，因为红点名吼，就无法度逃避吼，就袂当走。我感觉上帝拢知咱的软弱伫倒位吼，伊拢知咱的软弱伫倒，就要甲咱，伊要甲咱使用的时阵，伊就安尼甲你压咧吼，你袂当飞去都来老师台语嘛是一种，台语嘛是一种自觉性的啦，吼，比如讲我举一个例，咱若国语拢讲红色，不过红色是台语吼，伊会当讲哦，你看迄个人红高赤肌，若听有感觉他整个脸就是安尼规个做红安尼，还有一种红叫做红拍拍吼，就是很艳丽的。所以红只有鲜红跟暗红，可是台语就是遮尔呐，就是你听伊咧讲，你会当看到迄种情境的感觉。画即个人出来啊，对，比如讲像乌蛇，你看迄个人的目睭脸，乌噜噜，就是那个都不一样的，然后然后乌蛇都蒙蒙乌蛇安尼对。所以我感觉是真趣味，台语嘛是真有音乐性比如讲咱讲DKB 5000块就哆来咪就是音乐懂 DKB 5000块就是哆来咪迄种我感觉就是迄种是音乐性，因为有字音对调嘛所以这是一种真有音乐性。讲话就是那像咧听一首歌共款安尼感觉。所以等下老师咱就会唱歌的。是，我感觉台语嘛足趣味的啊，足侪台语的迄种人讲好耍的就是像白灵丝、车本机、车甲客仔见就很贴切。台语嘛是互咱真有思想性的话语啦，所以我感觉特别伫个圣经内底因为上帝讲无讲的就无讲的就无听的，其实台语嘛是真侪，有咱即摆所爱互人有普遍性的迄种个传福音嘛爱普世传福音，所以咱就爱开始直接来努力互咱的台语搁较水，搁较贴切，会当甲上帝话，会当共愿意听的人来分享安尼，我感觉。迄个上帝互咱的使命就是爱互万人成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安尼，所以咱就爱伫即个所在来拍拼来搁一摆搁重新，我感觉是重新再次去回味去豆仔去播豆仔去思想过去咱自细汉甲将士，因为即摆囡仔讲的台语实在是无法度像咱以前。真正会失传，讲袂出来，讲袂出来，佮听无但是我拄仔听林燕老师安尼讲，感觉哇，迄个台语佮足侪我袂晓的而且足水足好耍所以林燕老师以后一定爱定来咱的节目来教阮来拄只有一个人讲足厉害这个是高师姐，师姐吗？师姐。有就是在教会姊妹好食，袂歹，真正诶。所以林燕老师还搁加加我起来点名每一个老师他都要来点名，多谢哎，红拍拍是不是？林燕老师红拍拍无毋对所以老师即阵要来教咱一个，今仔要来教咱啥物？真正好对无？真正好，真正。伫手语内底大拇指拢代表一个人，一个人正直就是对咱的心安尼起来，这是真正，放伫咱的这就是，所以真的也假，安尼就是真的真的真正好，真正好，所以逐礼拜学台语真正好，对，每项功夫拢会，这慧娟讲对，老师很厉害。果然真正好，所以咱即阵要来请一对翁仔某因是阮的第一届学生因等下咱介绍因因要来唱迄个真正好，互大家听好，咱来欢迎因因这是旧年的第一届学生来因经过了一年，嗨，凯莉、安琪，安琪你要说什么？
我是台湾新妇。来凯莉。大家好，我是凯莉，我是中国竞赛。嘿嘿嘿，中国竞赛欢迎，来台湾新妇，来个一个。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女儿苏可欣，然后我说她是国中下组，她是国中合作。好了，开玩笑，中台合作，中台合作。真正好吼，美华姐讲真正好，无毋对吼，真欢喜吼。今仔日请到第一届学生吼，今天他要来跟我们说一下吼，他们第一次学台语是什么心情吼？为什么会要来学台语这样？因为我也是吃台湾米、啉台湾水的台湾人，但是我自己的台语真的是讲的哩哩啦啦，我自己也不太会。然后我也很想让安琪就是一个中国的台湾媳妇也能学到台湾的台语文化，但是我自己也讲不好，然后我也没有办法教她，所以我就想说，刚好就是林老师有一个这样的机会，然后要用台语教我们来唱台语的圣经诗歌，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机会很好，我也想学，然后我也拉着安琪一起学，然后我也想说借由这个学台语诗歌，也可以就是体会我们的上帝创造这种各种语言文化的一个美感这样子。真的哈，他们真的是虽然很困难，但是克服万难哈。每次几乎都有来参加哈，但是后来我们的安琪就怀孕了，来说一下这个宝宝要来唱歌了哈，回来唱歌哈。安琪呢？安琪是被迫来参加的，对不对？就是想说也多了解一门语言，然后正好那个老公感兴趣，然后就陪他一起来上。是，对，虽然现在柯林可能都忘记了哈，但是还记得一些，不错。刚才师母说你刚讲的那个台语不错，很好。然后再来这个是明辉弟兄，一个什么混中国，一个混台湾。可爱的中台娃娃真的是很可爱哈，但是在我们教会认识，然后结婚生小孩，我们的第一代宝宝哈，很高兴呵。所以今天呢，你们要来为我们唱金家喝，对不对？对，我们来展现我们那时候的学习成果。学习成果要给老师评分这样子，好，那欢迎献一首。好，那我们开始唱了。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规个礼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哇，真正好，这个应该是那个网络等一下会爆红哦。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哈，两位第一届的学员能够继续支持努力，然后我们1周年可以请到他们，还多了一个宝宝。接下来我们要请所有的老师都上来这里跟我们请加贺哈，杜老师、风志老师、林老师、林燕老师，好，所以我们最后呢，观众朋友，唱得很棒吗？那个明辉弟兄说唱得很好，希望下次你也来唱，好不好？还有刚才这个是之前勇敢，谢谢。这个是在说什么勇敢？是嫁给台湾人很勇敢吗？好，那我们呢？现在老师们要一起为大家献唱，可能网络的关系会有点那个delay， 但是欢迎台下的你们跟我们一起唱哦，好不好？好，真正好开心，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
真正好，来信耶稣真正好。我拜一拜二拜三拜五拜六月拜真正好，来信耶稣真好。哇，我刚刚都在偷看林燕老师哈、哦，整首歌都可以比哦。下一次要请他特别来讲。今天很高兴哈、哦，能够有这么多人来支持我们线上。然后凯莉用台语，有人点名了，凯莉用台语发言，妈妈说的，没有，凯莉她害羞哈。好，来，咱的节目呢，是希望有更加侪人会晓讲台语的，咱甲阮报名哦，来线上节目3分钟说台语的经验哈，或者是有趣的事、有趣味的代志，然后欢迎你跟阮分享。来，这是阮的 YouTube 跟 FB 哈，也欢迎你追踪我们，因为这个节目是由泰国的 KMO 基金会还有台南信教会做伙联合主持哈。每礼拜一的 AM 台湾8点10分，泰国7点10分哈，看大家伫空中再会。多谢今仔日真欢喜，看大家伫空中再会，欢迎你继续支持。你若有喜欢的节目，你也让按赞、分享、转播，对吧？还有最后一个留言哦，看一下师母来信耶稣，真正好哈。好，希望你有机会来熟悉阮的耶稣，真正好哈。做好耍的，做厝里，而且做侪哈，你想袂到的哈。来是佫有一个真欢喜，好。安尼，接下来的直播我们就还有好，我们把它播完哈。这个是秋给我们很多爱心哈，来讲台语真趣味哈。好，安尼今仔日咱到这这一摆，多谢大家，后礼拜再会。来，老师这一摆真正好，咱会比真正好啊！新耶稣真正好。